大家好，我幫大家關注香港上空嘅天象，特別為大家預測2026年香港下半年嘅運勢同埋發生嘅大事件。我係拳朗師傅，全香港2019年唯一預言有瘟疫爆發嘅師傅。我係七仙女轉世，中意我嘅觀眾請點讚我、訂閱我，打開右下角嘅鐘仔撳全部，就可以收到我新片嘅通知。其實香港今年2026年，亦都有好嘅一面，亦都有衰運空嘅一面。一陣間都同大家詳細預測。大家有中意嘅題材，就可以喺片下留言。香港下半年其實有嚴重嘅災難，將會有不少嘅人會失去生命，好多朋友都會有生意做，商機咧就增加咗，商機無限，字頭有好多人都係揾到生意同埋簽下合約嘅，有訂單啦。經濟都係屬於差嘅，好多公司咧都係困難。我睇到有啲公司同埋鋪頭都會結業執笠嘅，同埋詐騙案件就會嚴重嘅上升。下半年嚟要注意打劫嘅事發生，大家有啲地方要小心啦，小心俾人打劫或者係鋪頭俾人搶劫，下半年容易發生。今年香港下半年將有嚴重嘅兇殺案件發生，有打交嘅事件，有持刀傷人嘅事件發生，有嚴重嘅車禍，有做啲危險工作嘅朋友需要注意。落地盤工容易有災難或者事故發生。下半年有嚴重嘅颱風會產生，有8卡、9卡或者10卡颱風嘅機率非常之高。低洼地方容易水浸，有啲停車場、新界地區就會水浸，地鐵都有機會滲水，仲有新嘅病毒會產生，所以都係需要注意自己嘅安全。因為中咗新病毒之後，就有機會係產生其他嘅疾病。下半年破財嘅人超級多，有好多人咧將會喺股市當中破財，有啲係血本無歸。喺下半年最容易破財嘅月份係2026年嘅12月份至2027年嘅1月份。新曆呢2個月份嘅時間，大家特別要注意，千祈唔可以太過追落去。呢2個月嘅股市會非常波動嘅，跌幅超級明顯嘅，咁所以睇到破財嘅人喺呢2個月非常之多嘅。下半年仲有幾個災難都係好令人心痛，有火災會發生，仲有自殺嘅現象係比較犀利嘅，墮樓嘅現象都唔少。我希望大家睇到呢條片之後，珍惜自己嘅生命。如果真係諗唔通嘅時候，不妨可以請我相助，我可以幫助大家嘅。跟住下半年樓價會回暖啦，會上升嘅啦。你想買樓嘅朋友，你想將自己嘅樓賣出去嘅朋友，下半年嘅樓市就會有上漲嘅趨勢。依家網絡上咧，大家都擔心邪馬行人劫，有唔少個公眾都請我預測，到底香港下半年有冇邪馬行人劫咧？會唔會打仗咧？依家同大家預測下好消息嘅，香港下半年邪馬行人劫唔會打仗。好多人咧面臨困境或者係想賺多啲錢嘅朋友，其實一般人都唔知點算。依家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好嘅方法，又平得嚟咧，又可以幫到你或者你全家嘅運勢，唔單可以幫到你全家嘅平安，如果你識到運用嘅話咧，仲可以俾你全家帶嚟意想不到嘅好運同埋財富運勢。呢個就係三寶。我其實每一年咧都幫大家出咗啲改運嘅三寶，裏邊又有平安運勢啦，亦都要改命嘅運勢，更加有增加財富嘅運勢。我其實有一條片同大家講咗啦，就係介紹我點樣用我嘅三寶改運。我嘅三寶係乜？就係每一年嘅12生肖運程書、7年羊年生肖運程書、2027年通勝、2027年平安月曆，呢3樣都係香港好罕有嘅與眾不同嘅產品，好平，但係可以幫到你全家。其實咧，當自己行衰運或者係有運行想揾更多錢嘅朋友，其實有方法去幫到自己。呢啲就係叫做借助外力嚟幫自己。曾經咧有一個人咧係幾年前咧就喺中環買71買中，買咗一套我嘅三寶，跟住咧佢半年談成嘅生意，
幾月咧係我嘅三寶知道下咧，佢談成咗啦，賺咗幾千萬港紙，呢啲係非常之成功嘅例子。人加埋識得運用嘅朋友，真係可以同你全家帶嚟平安嘅運勢，至緊要仲可以賺到錢，得到好運。除非呢個人係犯太歲啦，或者行空運啦，就需要去化解。否則嘅話，其實你呢三寶都可以已經幫你帶嚟運勢好運噶啦。我同大家簡單嘅介紹下。十二生肖運程書咧，其實喺香港當中咧係非常之獨特嘅。我嘅生肖運程書咧就係將每一12個月嘅運勢都寫得好詳細。咁當中有話俾你聽，你幾時行運，幾時有財運，幾時係衰運，幾時有空運，幾時有桃花運勢。想買股票嘅朋友，你要注意啦，開財個月份你要小心啦，賺錢嘅月份你自己把握啦，就可以揾到錢嘅。當中都要講，要空運嘅朋友亦都講得好清楚，邊個月你有咩空災噶，你自己注意咯。你避得開呢啲，照住呢運程書當中嘅指導去做，其實呢一年當中你全家有居家避空，真係唔難嘅。仲有咧，我都唔同年份嘅生肖我都寫得好清楚嘅，要詳細嘅指導命運嘅。仲有咧，我嘅2027年通勝。我嘅通勝同其他嘅通勝都唔同嘅，都係要好詳細嘅。每一年當中邊個生肖咧係旺你嘅，係有寫嘅吓。咁我哋咪可以改變自己嘅運勢咯。咁咧仲有咧12生肖當中交友空嘅配搭都要寫到好詳細。如果唔想交到損友，害到自己屋企人，連累到自己屋企人嘅，咁呢啲真係就會幫到你啦吓，好重要。你同咩人結婚咧會帶來好運啦，咩人結婚帶來咩命運咧？我個通勝當中寫到好詳細噶啦吓，咁通勝當中有家事啦，你每一個家事都寫喺裏邊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識得配合用好勁噶。仲有就係我個平安月你好犀利啦，都有365日加空嘅加日嘅指導啦。咁你識得用嘅話咧，你做任何一樣嘢咧，你都係揀呢個吉日去做咧，你就會好容易順利啦，避過空災啦，之間有你甚至乎係傾生意係成功嘅。你求人做嘢噶，你肯定加入去噶。結婚啦，仲有咧，公司同人哋係見面啦，等等旅遊啦，唔理你做啲乜嘢，你肯定係要揀一個加入去，你係平安好多噶吓。好多朋友好想搵多啲錢啦，咁你肯定係揀個加入去係容易傾成好多噶吓。前幾年咧，人哋買咗我嘅三寶識到運用嘅朋友咧，好多都賺到錢。好多都提升咗佢嘅業績，真係唔同噶吓。除咗結婚同埋生 BB， 收到更加好運嘅，需要請我親自嚟入之外咧，其實你所有其他嘅都係非常之好噶。只不過你要更加加入嘅，到你結咗婚之後運勢更加好啦，雙方更加發達嘅，咁就需要特別一個責任，嗰個先可以整得出嚟。你係需要用到一個吉時，就配合我個通勝去用啦。總之寶咧，你全部加埋一齊，你識到運人嘅朋友。全家嘅平安同埋你嘅財富運勢啦，好運都係藏喺其中嘅。咁今年咧，2027年三寶咧做限量發行嘅，咁發行咁時間咧就係2026年嘅西曆嘅7月份至8月份。地點咧就香港、澳門嘅71屋企便利店、書報檔、書局都係有銷售嘅，台灣都會有啦。咁如果希望自己全家平安啦，要行好運啦，啲朋友就嗱上去搶噶，先到先得。遲咗就真係好難買到噶啦。如果購買困難嘅朋友，可以去每一個書報檔啦，或者71啦，或者書櫃去訂貨嘅。外國或者中國大陸嘅朋友，可以聯絡我助理，請我助理寄俾你。依家已經開始接受訂購噶啦。